后来，这个中东的战争继续咧扩大，荷姆兹海峡嘛将做全球注目的焦点。讲伊朗敢若放行甲伊友好的国家的船只会当来出入，像中国、甲印度、甲巴基斯坦的油轮都拢安全通过。另外，有不少国家是撇开着荷姆兹海峡，改行沙烏地阿拉伯西岸的紅海。听到爆炸，过无几秒，便将就看到撑起来大火甲乌烟。阁有人翕到一台无人机去互试验防空系统炸落来，当场摔落。安全消息人士透露，伊拉克的首都美国的大使馆去互先一波无人机甲火箭弹攻击。中东战火继续扩大，随着伊朗封锁全国运输关油的通道荷姆兹海峡，全球也面对着能源的压力。闹港啊，红灯条条，美洲国家改行红海运送原油。中国的媒体讲，中国招商船的旗下一只超大型的邮轮，或者开经号，已经载超30万吨的原油离开红海，预计4月到福建。综合报道，甲专家对中网站的资讯，开经号第13自沙烏地阿拉伯西部的恩堡港出发，16通过红海。中国也报道，招商船另外一只超大型的邮轮新生红号，也伫恩堡港完成原油的增运。另外，也有2只中原集团的超大型邮轮，当时伫港口的作业。伫红海原油运量增加时，部分的波斯湾国家也改用卡车运送民生物资。And right now, these convoys coming out of Saudi Arabia, going into Kuwait. 沙地阿拉伯讲，开战到今已经有9000只运送物资的卡车进入科威特，是讲和其他国家来比，爱加了较侪时间，驶过荷姆兹海峡。伊朗敢若开放互几只船通行。 파키스탄의 유조선 카리치호가 호르무즈 해협을 통과해 본국으로 향했다고 로이터 통신 등 외신들이 보도했습니다. 专家追踪网站也公开战前后第一只伫有开自动识别系统状况下通过荷姆兹海峡的邮轮。当时讲有部分的专家有通行权。海事情报公司分析，愈来愈侪线索显示，伊朗是选择性封锁，敢若开放互友好国家的船只安全出入荷姆兹海峡。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